即马都已经到年底啊，这肠仔病毒佮继续咧流行。那依照目前疾管署的指引，是一班有2例就建议爱停课。不过台北市表示，因为即马9成以上拢是轻症的，所以有拍算要改做有重症个案佮重症风险，才会来停课。上紧下学期就要开始实施。疾管署统计，12月15到11之间，国内肠仔病毒门急诊就诊到15843人次，虽然比前一礼拜降10.9%，疫情有下降的趋势，不过依然是伫流行期。根据目前疾管署肠病毒防治工作指引，若学龄进前托育机构共班有2个确诊，迄一班就要停课。不过各地方政府应家己决定。台北市府就表示，因为肠仔病毒99%拢是轻症，考虑家长托育的需求，未来会采取有重症个案班级才会停课。等到重症就太晚了吧？应该要提早预防，只要为了其他小朋友着想吧。我们也常因为肠病毒被停课啦，大家都是双薪啦，比较没有办法。那依照新标准执行，停课班数会大降低。台北市府证实，进前已经邀请专家、相关家长代表，决议未来针对重症或者是高风险病毒型通报案例停课。囡仔若确诊破病，依然爱居家休困7日，并行防疫甲其他有利的受教权益。我们希望说，在保护孩子的时候，跟他的托育权要去做一个权衡。针对有重症风险或是已经确诊或通报重症的孩子，我们再来考虑进行停课。市府表示，早期爱等社会局、教育局修正相关规范了后，就应开始实施。未来也继续研究配套措施，各观察疫情对托育机构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